歡迎翻嚟冇得傾。咁啊，呢一集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香港嘅武打電影啊，一個特色喺邊一度啊？點解香港嘅武打電影會零零丁丁咁唔同咁特別咧？啊，咁啊想同大家試下用一個打拳嘅角度去分析一下，點解我會覺得香港電影係最應該要攞武打電影出嚟做代表嘅咧？咁如果你係第一次聽呢個節目咧，呢個節目主要講關於啲同武術相關嘅趣聞啦、知識分享啦。咁我哋都係用各個分析嘅角度去睇啫，就唔係真係教你點樣打嘅。咁但係如果你有你嘅關於武術嘅問題想討論一下咧，亦都可以上到嚟我嘅個人網站啦，跆拳道歐雲 TAEKWONDOWEN.com。咁裏邊咧有個直接對話功能嘅，或者右下角聊天室咧，將你嘅問題咧send 過嚟話俾我知，咁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而今日呢個主題咧，其實好開始想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已經係想講嘅，就係講電影，特別係香港武打電影嘅特色。咁的而且確啦，呢一個部分咧係好值得提嘅。點解會咁講咧？首先嗱，最近喺度碌電話，睇到啲嗰啲叫短視頻，係咪短視頻啊？唔係短劇，睇啲短劇係啦。睇啲短劇咧，就喺度有呢一個係咪向左係啦，向左拍嘅一套短劇啦。咁你其實見到咧喺網絡嘅短劇咧，其實好多都有對打武俠做主題嘅。咁唯獨是咧零零丁丁咧向左呢一套咧係拍得特別好嘅，起碼動作場面拍得特別好。OK， 點解咧？咁啊，我哋又即管試下慢慢去分析一下。首先，我一路都同佢講，如果我哋講香港電影有講代表作嘅話咧，冇代表作啦，代表嘅特色嘅話咧，武打動作電影、武打同動作電影係香港冇得講噶啦，我覺得係絕對係代表中嘅代表嚟噶啦。因為例如你話香港係咪有好多好嘅電影？係嘅，香港好嘅電影有好多，但係香港獨特嘅電影而得香港人係拍得特別好嘅咧，我一定係會覺得係武打動作電影呢部分係好嘅。點解會咁講咧？嗱，嘗試一下啦。我哋其實香港講武術最大嘅代表，冇可能唔提李小龍嘅。而李小龍咧，其實佢最令到武術、令到中國功夫向外界宣揚開去啦，或者甚至係令到香港電影、令到世界認識咧，就一定係講緊武打電影。佢打嘅片，特別佢拍咗幾套啦。咁而呢一個嘅系列咧，係咪淨係得李小龍有咧？其實好明顯唔係㗎，因為你數後啦嚇，數後如果你講香港有代表嘅演員，認唔認同都好，好多人會提嘅成龍，成龍主打嘅就係喜劇動作啦，哇，其實佢都係武打電影嚟嘅。再數咧，甄子丹。亦都係好明顯嘅打鬥電影嚟嘅。咁如果講以前咧，李小龍之前又點咧？關德興都係打嘅喎，係嘛？咁我哋要計翻轉頭喺呢一紮嘅電影入邊，我哋以前係講緊好多喺就算李小龍之前啊，香港有好多電影係講黃飛鴻㗎嘛。好啦，去到李小龍啦，就李小龍自己獨立一個 category 啊嚇，雖然佢得嗰4套半電影。好啦，打後咧。成龍係一堆啦，係咪？再之後咧，葉問做咗一個系列啦。而呢一堆嘅電影咧，其實都係好值得講為香港人先拍得出嘅電影嚟嘅。點解咧？我哋試下慢慢諗啦。好，喺好耐以前喺李小龍出現之前，香港人睇電影其實一來啦，你係咪好容易咧？又唔係，因為收入唔高啊嘛。而嗰啲電影嘅演員係邊度嚟嘅咧？其實好多都係喺粵劇啦，呢啲所謂嘅傳統民間戲劇入邊嘅演員轉咗過去拍電影、電視劇，係電影先啦，跟住先有電視劇啦。咁而傳統嘅粵劇其實有打鬥場面嘅好多。而佢哋打出嚟嘅咧，都係真係打得嘅功夫嚟嘅。咩叫真係打得咧？唔好講話拳腳交打得啊，起碼人哋紮個馬打得勁啦，係咪？人哋隻腳有力啦，人哋識跳啦，人哋喺個舞台上面打空翻係真材實料㗎啦，真係練出嚟嘅。好，
後邊去到李小龍嘅年代，李小龍就好強調啊，要用電影表現到一個真實嘅武打感覺。OK， 咁打出嚟咯，包括好精彩嘅猛龍過江啦，嚇猛龍過江一個歪梳，係咪？就睇住兩個由頭打到尾咁樣。OK， 好啦，再數落去啦喎，成龍咧，佢表現出嚟嗰隻咧，就係、佢都係打，但係佢唔係單純地用緊一拳一腳啊，兩個面對面隻抽嗰種打法，唔係，係喺現實生活入邊，可能無端端會有個人喺度偷襲你，我就只能夠喺呢度有張凳，我就跳過張凳擋開你啦，甚至就立嘢就過嚟打走你啦，好現實好現實場景有嘅嘢嘅。咁雖然佢動作現實係一件事啦。但係咧，呢一個系列又變咗喺香港電影先至有嘅人會做到嘅嘢。再數啦，突然之間一跳到去甄子丹。甄子丹喺拍葉問之前啊，佢拍嘅武打電影其實都好多咩咧？呢個殺破狼啦，係嘛？佢哋打落去都係強調緊自己係好 MMA 場面嘅打法啦。OK。繼而出到去葉問啦，再之後就係扮陳真啦、精武英雄啦，都係好強調嚇，我係要展現到武術特色，特別係葉問。好多人以為詠春就真係埋身就打100拳咁樣打埋衝埋去㗎啦嚇，係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佢係好喺電影入邊演繹到一套好獨特嘅武術風格出嚟。再數，仲有冇咧？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喺香港電影入邊出現過，而外國人都覺得好特別嘅。舉例，呢一個突然間唔記得叫咩名添，李連杰係啦，李連杰。咁你話佢喺香港電影出現多唔多？有啦嚇，多係唔算多嘅。咁國內電影或者我哋合拍片入邊出現得比較多。李連杰嗰隻打法同我哋一般講嘅香港電影打法，其實已經有個幾明顯嘅差異喺度嘅，明顯嘅差異啫嚇。例如，其實所有嘅對打，所有嘅電影對打，都一定係套招㗎啦。即係你唔會落到場嗰下，我先決定我突然之間攞個右拳揮埋嚟，然後你點樣擋點樣還擊，冇嘅。差別在於打嗰個係咪真係打落去，捱嗰個係咪真係捱嗰一拳 ？OK。然後後邊嘅反應表現成點？咁呢一個先至係佢哋做緊嘅特色。而好多所謂嘅龍虎武師可以做到點咧？就係、哪怕你一拳打埋嚟，我可以做個後空翻，做一個好大嘅反應俾你睇。而呢一啲嘢咧，你話外國做唔做到？做到。但係點解香港電影零零丁丁有個唔同嘅表現咧？就在於香港嘅武打電影有幾樣好重要嘅特色，而外國電影可能係學一世都未必學得到嘅。逐樣去講啦。第一樣嘢就係好傳統、好傳統、好傳統，大家成日攞嚟笑嘅傳統功夫技術，包括頭先講嘅紮馬、空翻、跳躍動作。呢啲動作喺外國其實大班人做到啦。你睇啲玩拍 call 嘅人，要佢跑下做個空翻幾難，完全冇問題㗎。但係點解香港電影可以表現得比較好咧？就係佢唔係單純地做緊個空翻，而係佢係諗緊我係點樣用個空翻去演繹我捱咗一招後嘅效果，或者喺一個動作喺外國嘅打鬥場面好簡單，就係一拳兜嘢揈埋就算㗎啦，而喺中國功夫入邊就有好多啲我唔敢講奇怪，但係特別嘅手勢啦、動作啦，係咪形式啦、招式啦嚇，去到完成一個動作，咁變咗你喺個畫面嘅取材選擇有多好多嘢，即係一個直拳可以咁樣打，或者一個直拳可以先咁樣擋完你再咁樣打，甚至係點樣可以撥走你之後再咁樣打，好多好多嘅嘢，先唔講去到實際上用得着。但係喺電影畫面上面，佢會相對好睇。而點解話外國人可能學一世都學唔識？係因為喺外國本身就冇呢一套嘅訓練方法。喺外國練嘅武術，例如可能練搏繩啊、摔跤啊、搏繩就係拳擊啦嚇，摔跤啊、MMA 都好啦，唔會學
啲咁花巧動作 ，OK 係啦，花巧。但係花巧嘅在於就係在於吸睛啊嘛，我容易令到你覺得好睇啊嘛。咁所以香港嘅電影可以做到比較好睇嘅位咧，就係佢有好多嘅動作題材喺度選擇，甚至香港嘅第二個特色就係、香港嘅武打動作電影係會有武術指導呢一件事。武術指導是什麼回事？武術指導除咗佢要打得好之餘，係要佢有個好強嘅 database。我要記得詠春嘅特色係乜嘢，洪拳嘅特色係乜嘢，蔡李佛嘅特色係乜嘢，然後令到喺個衝突場面嗰度，喂，八卦掌對蔡李佛係點樣打出嚟嘅，又要打得好睇，又要俾人知道佢哋兩個唔係亂打，係有特色地打嘅出嚟。都係嗰句，電影係影視作品嚟嘅，係喜劇嚟嘅，你唔可以強調佢係完全真實嘅，完全真實就一定唔好睇。哪怕你講緊甄子丹打得好實似實際係咪？導火線又好，呢一個死啦，又唔記得邊度，嗰度叫咩名？總之甄子丹拍過戲，難道真係一腳踢埋張台度，張台真係可以咁樣爛咩？會爛，唔會係中間裂開咯，摁大力都唔會啦。你知道張凳點樣，張台點樣砌出嚟㗎嘛？好啦，咁所以咧喺表演上面啦，中國功夫係有好多嘅素材，俾一個導演或者俾一個武術指導去到諗我點樣去打出嚟嘅。佢武術指導同埋一個純粹單純嘅動作導演最大嘅分別在於就係武術指導，例如袁和平。你真係禮手叫佢講一套武術、兩套武術、三套武術，完全冇問題嘅，可以好精準地話到俾你知，詠春要點樣打出嚟，就可以顯示到係詠春。甚至係兩個都係打詠春，而兩個嘅流系特色唔同，呢個跟開呢個師傅，或者呢個跟開呢個師傅，或者唔同嘅地方落嘅，咪就係葉問同張天志咯。大家都打詠春，而點樣可以打到有分別？亦都係一個武術指導可以做嘅嘢，而呢一堆嘢咧就係外國電影好難揾嘅。OK， 最接近嘅，我覺得近年唔好計 John Wick 同埋呢個 Matrix 喎，因為佢首先都係奇洛李維斯啦。奇洛李維斯本來就俾人玩咗好多年嘅，用好多中國功夫嘅訓練去練咗好多年，甚至係 over on top 喺中國功夫以上咧，佢仲學咗啲咩？合氣道啊、摔跤啊、Sambo 啊，佢都學過嘅時候，佢演繹出嚟嘅動作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喺入邊。咁但係關於奇洛李維斯其實可以好獨立講，因為喺 Matrix 同埋喺John Wick 係完全兩種唔同嘅 style 嘅，哪怕佢係同一個演員。OK， 但係呢個可以另外再講。我哋講翻香港電影，香港電影 OK 頭先講緊嘅就係話一個武術指導，佢要可以好好地將啲動作擺得好有特色地俾你哋睇到。而喺外國，哪怕我覺得近年比較好睇嘅韓國啦，韓國嘅對打場面已經係比較有啲嘢睇事關一來，因為我中意跆拳道啦，係咪？二來就係啲踢腳動作的，而且確係可以容易啲個畫面做得靚啲。再加就係咁，韓國除咗跆拳道，咁合氣道都好出名㗎嘛，係咪？雖然韓式合氣道係一件事啦，同日式合氣道，咁但係佢哋表現出嚟個風格咧，就係可以。我喺打鬥之餘咧，我係做到一個好靚嘅畫面俾你睇，而唔同傳統美國咧，美國嘅打鬥場面係點咧？乒乓一拳就掟低你㗎啦，好睇嘅，真係好睇，係啦。咁但係就係太好聽啲係簡單啦，難聽啲叫粗暴啦，係啦。咁但係唔同嘅美學嘅睇法，咁啊大家唔同中意啦嚇。好啦，比較得意嘅就係咧日本咯喎，日本嘅武打電影咧。又相對咧就太過套招啦，明顯嘅太過套招真係好似打緊空手道啊，或者係劍道啊咁樣樣，我真係一招打埋嚟咧，即係一招擋完之後就一招還擊啊，好明顯嘅。喺中國功夫嚟講咧，佢係相對地冇呢一件事嘅嚇，相對地係我真係啲招係連住咁樣打，打完之後咧就打下一個，哪怕得一個咁打啦。但係佢個招式個連貫性咧，日本學唔到嘅冇咁靚噶，明顯地冇咁靚噶唔係話日本人咩？日本人嘅武術流派都好多啊，係咪？咁點解佢嗰個 database 唔夠中國功夫勁咧？係真係冇得比嘅，因為中國功夫嗰個技藝咁太過繁複啦，
係咪？學唔同動物嘅打法都一堆啦，係咪？仲有喺唔同，例如南拳同北拳啦嚇，南派同北派已經係完全唔同打法嘅咯嚇。你仲未計中間有一堆嚇非常地硬淨啦嚇，什麼形意拳啊、茶拳啊、八極拳啊嗰扎嘅打法喎嚇。咁呢一堆加埋入邊，其實我就係咪？南派、北派，再加呢班標派係咪做標行生意嘅？哇！全部啲打法都係完全唔同嘅，已經好多唔同嘅玩法可以喺入邊。咁所以造就咗就係咧喺香港電影入邊，如果佢拍武打場面咧，好明顯地佢嗰個素材啦、畫面啦係可以做得非常豐富㗎。好，咁如果我哋要講嘅話，咁究竟最大嘅特色仲有啲咩咧？頭先講除咗係技術本身。包括係講緊打嘅技術，即係武術指導嘅技術啦。其次演員嘅技術啦。咁我哋喺香港或者近呢20零30年都係㗎啦，多咗內地演員合作嘅時候，好多係有好強嘅傳統功夫底嘅。變咗咧，佢哋要演繹呢啲武打素材嘅時候咧，唔難嘅。但係你如果例如你揾一個好叻嘅外國演員都好啦嚇，好勁嘅動作演員啦，排除咗奇洛李維斯先，係啦，因為奇洛李維斯本身就係浸咗好耐嘅中國功夫底，你排除咗之後，你嚟湯國老師，你叫佢演繹中國功夫，我諗佢花好多時間都未必演繹得好好，係因為佢哋學開嗰套打法，佢哋學開嘅動作嘅表演方法唔係咁樣。好硬淨嘅好簡單嘅好清脆利落嘅，喺外國電影入邊，喺香港嘅中國功夫電影好多就係連住打住用力，甚至係連三帶四，係我有好多唔同嘅招式穿住去。而呢個你都好明顯地見到中國功夫本身打法就係咁樣嘅，喺大家都會打套路，中國功夫好多派都好啦，同日本韓國空手道、跆拳道咁樣咧，人哋嘅招式係相對地連貫嘅。但係你跆拳道咁一下擋直拳係咪一個上擋一個手刀咁樣一下去嘅，相對個連貫性就冇做到，例如太極喺我呢度去完再去翻轉頭我都仲有招嘅，好唔同嘅演繹方法。咁變咗就係當你個訓練唔係咁嘅時候咧，你就做唔翻頭先講嗰啲嘢。就變咗係好似就單純嘅對打啦。咁單純嘅對打好唔好睇，但係你攞嘅角度，你要攞嘅動作素材咧，規限得大咗好多。你會發現用 MMA 做主題嘅電影其實好難拍㗎。難拍在咁我用拳腳好啊，定係用摔鎖好啊？如果齋打拳腳嘅，你覺得唔似 MMA； 你齋打摔鎖嘅，啲角度就超級難就，而且你都未必好明佢做緊乜，係咪？我有陣時我哋要打枕技，我要鎖為一個人，我唔係一嘢嚟拉住佢哋一揦咁樣死咗，冇啲咁嘅事噶嘛。你係逐步攝入去，等佢隻手鬆咗，好再攝多啲隻手，然後慢慢收緊，然後令到佢暈噶嘛。你要將呢一堆動作演繹得好好，一觀眾未必明，二攝影師都未必明 ，OK， 即係佢都唔係好明我應該點樣去影咧，咁樣就會比較做到嗰樣嘢。三就係要演員本身要演得到啦。好啦，而頭先講到啦，喺拍攝嗰方面，由於香港嘅電影製作本身就有比較好嘅人才，係好適合去拍呢啲動作電影，導致喺最後演繹嘅時候，其實連攝影師佢係攞嘅角度都會比較叻，係我知道用咩畫面用咩捕捉，就知道可以捉到個動作打去邊度會比較靚，點樣打會比較好睇，甚至去到導演層面，我打完之後佢飛去邊個位整爛啲乜嘢嘢，個效果會好睇啲。咁如果你要問我要揀一套好有代表作嘅香港武打電影，其實好難揀。但係咧，我會用一個諗法就係，一套好睇嘅電影係應該大部分人都要容易覺得好睇，容易覺得明，之餘仲要有人係覺得我有嘢拎得走嘅。如果我純粹講話嗰套戲係頂藍單純咁樣，嘭嘭嘭嘭嘭嘭咁樣一對聲效特效做完咁樣，
咁外國大把電影都得啦，係咪？即係睇史泰龍喺第一滴血係嘛？睇 Rocky 好睇㗎，係。但係其實你認真地諗，你 Rocky 係咪真係拍緊 boxing 呢件事咧？佢唔係嘛，佢用 boxing 做主題，佢拍緊個人啊嘛，佢拍緊個人點樣去克服困難係咪？點樣去到覺得我就算去到一個某個年紀，我都要唔服輸，我都要可以對得住自己去練成某啲嘢，去到完成佢嘅人生目標。呢個係 Rocky 拍緊嘅嘢，而不是純粹嘅 boxing，不過用 boxing 做主題。好，再講咁中國電影同埋中國功夫電影啊，武打電影、香港電影、香港嘅武打電影呢一堆片入邊，佢哋好多時候有可能係真係用緊一個武術做主題嘅。OK， 其一。即係我真係為咗演繹嗰套武術係點樣嘅啫。例如葉問就相對偏向係咁樣做，佢想偏向演繹俾你睇詠春係乜嘢一回事，詠春打出嚟係點嘅樣，詠春可以表現成點。咁所以相對地咧，佢個故事線咧係冇咁強嘅。即你諗真啲葉問咁多集，個故事其實真係唔算特別嘅喺電影嚟計。所以你純粹一個電影嚟計咧，佢好難攞到啲咩大獎㗎。因為你票房收入勁叻，係我都明，我都覺得葉問套戲要收得好，佢都應該係的，而且佢都攞最佳導演啦嚇，唔係最佳電影啦。好啦，咁但係你除咗一套好嘅電影係要票房收入收得多之餘，我哋作為一個影視作品或者作為一個文藝作品咁樣先算啦，娛樂唔係單純地滿足咗一種感覺，係應該我喺滿足之餘，我有啲嘢攞得走。而我自己覺得李小龍嘅電影做唔到咧，佢攞得走嘅嘢唔係大眾人攞得走，李小龍做到嘅嘢係佢話到俾第一好多中意睇功夫片嘅人一個新嘅角度，打係應該要咁樣打，係應該真係要諗下啲動作點樣打落去 ，OK？ 甚至係啦，我係唔係呢度打完之後就咁樣選完之後就又離遠中一槍，一槍打落去之後又離遠飛開冇，一拳揈落去我就中咗一拳啫，但係我又即刻還到擊棒。呢一種打法實牙實齒嘅，真係拳到肉掂到個人嘅呢種打法係俾往後拍電影嘅人攞得走，或者大家觀眾對武打片嘅要求，攞呢一個做標準，佢呢種攞得走。但係單純地講或者第二啦，係對於一個教拳嘅人，李小龍講嘅功夫嘅理論同哲學，佢喺電影入邊表現出嚟咧，亦都話到俾人聽，我唔應該規限於某一樣嘢我要打就應該係要我要諗下點樣可以喺例如就係啦，《猛龍過江》入邊講㗎啦，係咪？我要保護到自己要用得着嘅嘢啦，呢啲係功夫去做嘅嘢啦 ，OK。甚至係呢一個嗰個佢就龍爭虎鬥入邊啦，佢同師弟講嘅嘢啦，其實每一句都係表現緊佢對武術嘅睇法，而呢啲係一啲學拳嘅人攞得走嘅嘢。但除此以外咧，咁我如果唔係學拳嘅，咁我冇㗎嘞噃，我對武術本身冇乜興趣㗎，你睇完一套作品之後就冇㗎咯。好啦，相對之下，一代宗師我就會覺得佢係，不論你係中唔中意睇武術。不論你係咪中意睇功夫，佢都係容易有嘢攞得走嘅幾樣嘢，包括第一故事線喺個故事入邊，一代宗師係相對完整地講緊一個好大嘅時代背景啦，係咪？第二人物嘅衝突啦，包括就係講緊梁朝偉章子怡嘅衝突啦，係咪？咁佢哋究竟最後係點咧？咁樣呢個人物嘅衝突製造出嚟嘅矛盾啦，製造出嚟嗰個戲劇張力啦，你會好想睇落去。又或者純粹係男人啲啦，南北派嘅衝突啦，講緊南拳北傳或者北拳南傳呢件事係咪要咁樣分咧？深入少少嘅係咪嗰塊餅究竟代表啲咩嘢咧？呢一啲畫面嘅意義又就一諗啦。再講原來香港係曾經承載住一個武林年代嘅，點解？因為大家走難咁樣走咗落嚟。佢想拍到個時代拍成點一件事，但係佢拍緊嗰樣嘢的，而且佢係演繹緊可能係街頭有個剪頭髮嘅人，曾幾何時都係一個非常打得嘅師傅，係咪？我哋睇翻轉頭，我哋如果睇翻葉問嘅生平，其實算唔算好風光咧？佢喺香港日子稱唔上，但係佢影響嘅人影響得好多。點解？
喺個好簡單嘅地方，好細嘅地方已經可以造就到好多人。咁啊代表其實你係有料嘅人，你要教得着，你要教到你嘅嘢，教到出去一樣係有人識、有人學、有人做得到嘅。只要你有料，哪怕你係呢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其實都好多人影響到好多人，甚至係佢去到最後佢嘅木人樁嘅打法係咪？最後都拍低咗，咁外邊嘅人覺得可能冇用嘅，咁但係你話對詠春嘅人嚟講，喂嗰段一定好重要嘅一個紀錄係咪？一個 documentary 好緊要嘅。好啦，而一代宗師再有其他，例如佢演繹緊畫面啦，點樣演繹功夫打出嚟嘅靚啦嚇，而佢除咗佢個靚係除咗單純嘅花巧之外，其實佢真係做緊啲招式俾你睇噶嘛。詠春有詠春嘅招，形意拳有形意拳嘅招，八卦掌有八卦掌嘅招，八極拳有八極拳嘅招，但係我係覺得八極拳係嘥咗嘅一套戲入邊，係因為出得太少。好啦，咁所以咧，香港我自己會覺得武打電影咧，其實一定係攞嚟代表香港電影界嘅一個系列嚟嘅。而問題係，如果你抱咗個心態就係電影唔應該淨係得打打殺殺嘅，啱嘅。咁調翻轉頭講，咁啊係香港嘅武打電影係咪可以喺打之餘有多少少嘅深度去到演繹緊多啲嘅故事咧？其實香港嘅人香港嘅觀眾係識得睇噶嘛？又或者甚至係講緊，我問我太太，佢話佢未必好知道嗰啲功夫係咩嚟，但係香港人拍嘅武打片係一眼就睇得出係香港人拍出嚟嘅。例如早一兩年睇嘅《周處除三害》，當時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哇咁犀利嘅，台灣都拍到咁香港味嘅戲嘅。後尾就知啦，導演本身就係香港人嚟噶嘛，係啦，即係講緊香港電影嘅拍法。咁但係你就係呢啲一眼睇得出香港人拍武打電影嘅特色。你既然呢啲一眼睇得出係香港特色嘅話，咁香港電影係咪應該要諗多啲點樣喺武打電影嗰度發展得多少少？點樣培訓多啲武打電影嘅人才？武打電影人才唔係單純地識打空翻、識吊威亞就算數，係你對功夫嘅認識同深度有幾多研究，有幾多諗法，係咪？知道係咩嚟，演到係咩嚟 ？OK， 再講就係武術指導，我都好擔憂一件事，就係喺若然袁和平唔能夠再拍電影，錢嘉樂都離開之後，香港仲有幾多人係可以諗拍到武打電影係仲有好明確嘅香港武打電影風味咧？咁啊，今集講到呢度啦。咁如果你又覺得你又諗到有啲咩人係可以，包括演員、包括導演、包括動作導演、武打電影嘅導演，你覺得係值得分享嘅，不妨留言同我分享一下。又或者你又覺得喂唔係喎，冇可能係講一代宗師喎，你有冇其他戲可以同我揾下呢一套戲先係比較值得睇嘅香港或者中國功夫電影咧？咁樣樣。咁如果你有你嘅分享啦，歡迎啦，留言啦，又或者分享俾啲朋友睇。喂，香港電影有人話係咁嘅喎，你問我再講一次，我都覺得香港電影就係應該要睇武打電影嘅，完係咪？咁你話覺得呢個事唔啱嘅，我分享俾啲朋友一齊討論一下。最緊要都係希望香港嘅電影，一香港電影要 keep 得住，二香港武打電影係應該要留到落去嘅。咁今集就到呢度先。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值得支持嘅，歡迎上去個人網站跆拳道歐雲 TAEKWONDOWEN.com。咁首頁有個捐款功能嘅，捐多捐。